来看有一个70多岁老大人，被指控讲伫台铁的嘉义大拿车头骑脚踏车，站务员看到哦，结果佮这个老大人拍恐吓。就昨有议员就带这个老大人去车头理论，台铁是强调讲车头内底本地就袂当骑车。这个民进党的议员江志明的做法嘛引起真侪批评哦。民进党的党中央就表示讲会来移送评委会来处分。江志明今仔透早嘛伫网络铺文回释了咯。 我们不是去乡下要去沟通而已啦。强调要走行政嘉义县议员江志明无愿意加讲开车离开，来到伊原定的抽水站会勘行程，但有担任助理的小弟出现，替伊表达无奈甲回失礼。应该是咧帮那个身心障碍者说，是不是能够反映一些问题啦？就是说也看能不能站在台铁它是一个服务的角色，能够。 尽量宽容。代替嘉义大拿站站务员初七因为苦劝一个伫通道骑脚踏车的阿伯轰拍，民进党议员江志明13接受订正，甲阿伯佮有阿伯朋友等10几个人来到大拿站，甲代替协商，煞引起争议。就是要大家拍方便嘛吼。 阿伯表示，家己是小儿麻痹，脚踏车是助行工具，但社会局表示，脚踏车毋是法令规定的身障者辅助工具，伫禁止骑的场所使用，恐行无理。第7类肢体残障大概有9大项，大概就是轮椅、电动轮椅、电动代步车、特制机车、拐杖、助行器跟移位机。它其实算是车辆，它不是行人，所以不管是在 整个场所的管理，或是对于其他同样在使用场所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一点不是那么方便。社会局强调，脚踏车等工具虽然嘛会使辅助行动，但因为毋是正规的辅具，也是有危险性。政务员互拍的代志拖小起来，江志明协调的行为，互认为是对代替施压。民进党中央除了批评行为，嘛表示会将江志明移送评委会移处。记者陈焕武、面交管嘉义报道。